Hello，我係 Yumi 啊，咁晏晝咧就跑咗越洋轉播日本賽事啦，咁夜晚咧亦都有4場龍上馬場嘅轉播賽事嘅，咁 Thomas 咧都準備咗2匹馬膽同大家分享嘅，咁另外啦，夜少少當然啦，我亦都有4場足智彩心水推介俾大家嘅。Hello， 我係 Yumi 啊，咁大家咧就記住要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啦，俾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啊，因為嚟緊咧我哋就會加開賽馬同埋足球嘅短片啦，咁如果唔想 miss 咗當日 tips 嘅朋友咧，就記得要撳埋呢個鐘仔啦。嗱，第一隻馬膽咧有分頭嘅，就係咧 S2 第一場第一班讓賽2000米啊，咁呢一場馬咧其實出馬都幾多下嘅，咁總共咧就有20隻啊。嗱 Thomas 咧就推介咗一隻咧有分頭挨住10倍嘅馬，就係6號嘅呢一隻咧好氣星啊。嗱呢一隻好氣星咧，其實咧就同扣女1號嘅嗰一隻咧畫家日居咧就同馬房嘅，咁但係當然啦，扣女咧就比較熱啲嘅，咁扣女呢一匹馬咧就曾經喺表列賽啊、3級賽咧都上過名嘅，咁但係咧就唔好睇少呢一隻6號嘅好氣星啊！嗱，呢一匹6號嘅好氣星咧都好傳奇下噶，嗱，因為佢咧喺2歲嘅賽事嘅時候咧就已經出戰啦，嗱之後咧就喺3歲馬未勝出賽事先贏馬嘅，好啦，咁隔咗一排咧就跑咗個沙地啊，嗱，然後佢突然間咧跳上表列賽出陣啦，咁嗰一場馬咧佢咧都係成為熱門嘅，咁但係咧佢就跑得非常之差，跑過第10翻嚟啊！好啦，咁就隔咗大概5個月左右啦，咁佢咧就再次出陣啦。咁佢咧跑2班賽嘅，咁其實佢5仗咧都係幾人安跑嘅。嗱，但係啦，2班賽事嗰場咧就喺上替伊嗰度跑嘅，咁1800米右轉啊，7.2倍咧算係有分頭嘅馬啦。咁但係最終咧都係跑過第8翻嚟啊，輸5個幾馬位啊。咁但係呢匹好氣星咧，睇佢嘅部署咧，咁其實幕後咧都幾高估佢嘅實力嘅，咁唔係咧冇咩理由跑完一場沙地就跳上表列賽啊，咁仲要咧係成為大熱門嘅，咁所以呢一匹馬咧就絕對唔好睇小佢啊，肯定咧就唔會係副車嚟嘅，咁而且有分頭咧，值得作為位置 Q 膽嘅。嗱，第2場推介咧就係 S2 嘅第4場啊，法國1000堅尼，咁就係1600米嘅右轉場地嚟嘅。嗱，呢一場馬咧喺海外咧熱得非常之過分啊，大概1.5倍嘅，咁就係2號嘅殺勁麗啊。嗱，呢一匹殺勁麗咧就出戰4場就贏咗3場啊，咁當然啦，佢喺1級賽咧馬數爾大賽咧就跑過第2啊。嗱，其實呢一匹馬咧熱得都正常嘅，咁佢贏咧我覺得咧都合理嘅。嗱，但係 Thomas 咧咁就當然唔係俾呢一隻殺勁麗啦。嗱，佢就覺得咧呢一匹馬贏嘅機會咧都好高嘅。咁但係跑馬唔係淨係買贏嗰一隻噶嘛，可以買有分頭又可以玩下位置 Q 噶嘛。嗱，佢推介一隻咧海外大概10倍嘅馬，咁就係呢一匹咧11號嘅一起更好啊。嗱，呢一匹一起更好咧又係啊，出戰4仗就贏咗3次啊，就跑過1次第2啊。咁但係嗰4場馬咧都係喺多維爾嗰度跑嘅，嗱，而且咧有3場咧都係跑直路嘅，咁佢唯一一次咧跑右轉咧就係上年11月3號啦，咁喺表列賽嗰度咧交沙地嗰度贏馬嘅，咁但係呢一匹一起更好咧，咁佢係一匹咧英國馬嚟嘅喎，咁如果睇佢嘅跑法嚟講咧，喺龍上咧應該發揮到作用嘅，嗱，因為點解啊？除咗2號嘅殺勁麗之外咧，1號嘅妙達寶啊，同埋咧莫亞騎嗰一隻次熱門7號嘅正士咧，都係擺前面放頭嘅馬嚟噶。嗱，所以 Thomas 都話啦，呢場馬咧應該都有2隻馬喺前面放嘅。咁呢一隻一起更好咧，就屬於係要留住衝嘅馬嚟嘅。咁加上啦，排過4檔，而且咧用貝之人啊。咁大家都知貝之人係騎得嘅人嚟噶啦。咁佢雖然第一次跑龍上馬場，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咧多維爾發揮得到嘅馬咧，去龍上咧都一樣發揮得到噶。咁希望佢一陣間喺香港咧個賠率都係挨住10倍啦。嗱，如果挨住10倍咧，就可以作為位置 Q 膽用啦。
嗱，另外啦，我有4場足智賽心水推介俾大家嘅。咁第一場呢，就係5月11號啊，晚上嘅9:3，英格蘭超級聯賽主隊嘅熱刺對住作客嘅水晶宮。嗱，呢一場波呢，非常之詭秘啊！主隊嘅熱刺呢，上一次就喺歐霸杯贏咗波杜基林特就2-0啊。咁但係其實作客嗰一隊水晶宮呢，近幾仗嘅成績呢，都唔係好叻㗎咋。嗱，佢大概呢，近8仗呢，先贏咗2場，咁就和咗足足4場波啊！咁但係呢一場波呢，竟然水晶宮同熱刺呢係開平手盤啊！嗱，兩面賠率完全一樣啊！咁所以作客嘅水晶宮呢，應該係盤手比較睇好嘅。咁再睇下水晶宮呢，原來近幾仗呢都係讓得起其他球隊噶。嗱，即係當然啦，除咗一啲上游球隊佢讓唔起之外呢，嗰啲下游球隊全部讓波啊！嗱，當然佢亦都係輸盤嘅。咁所以今次其實以成績嚟計呢，熱刺都唔差嘅。嗱，照計呢，熱刺呢係開平半盤嘅。咁所以呢一場波呢，開咗平手盤呢，咁我就揀作客嘅水晶宮啊。好啦，第二場啦，就係咧5月11號晚上嘅9:3啊，英格蘭超級聯賽主隊嘅諾定咸森林咧對住作客嘅李斯特城啊。嗱，呢兩隊波咧就完全唔使講啦。嗱，近績咧就肯定係唔好嘅。嗱，因為呢兩隊波咧幾場咧先贏一場嘅啫。嗱，近6場咧主隊嘅諾定咸森林咧先贏一場啊。咁李斯特城咧就直情近8場咧啱啱先贏一場啊，全部咧都係輸波陣容嚟噶。咁但係呢兩隊波咧個對賽往績咧，哇，往往都開大嘅。嗱，經常性咧都可能開成4球啊。咁所以今次咧呢兩隊波既然都唔係成日贏噶啦，咁佢咧求勝心切咧，兩隊波應該攻得比較急嘅。咁所以咧我哋就選入球大啊。好啦，第三場啦，就係咧5月11號晚上嘅10點半，瑞典超級聯賽主隊嘅迪加科斯咧對住作客嘅馬毛啊。嗱，作客嘅馬毛咧，其實之前大家都知啦，係瑞典嘅強隊嚟嘅，佢鋪都贏人咁滯啊。咁但係咧主隊其實咧都係新仔嚟嘅啫。嗱，上到嚟咧，其實個成績咧都唔係咁好，大起大合咯。嗱，佢大前仗咧就贏過客軍4-3啊。咁雖然贏波，咁但係失波咧都失得幾多下噶。嗱，跟住之後咧就輸俾米讚比4-1啊。咁但係馬毛雖則就唔係話近況好好啊。咁但係佢哋咧都叫做係老牌勁旅嚟噶。嗱，今次作客咧應該呢個水位咧就係半一盤嘅低水嚟嘅。咁因為馬會咧臨場咧都可能會開嘅，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下會唔會有盤路開啦。咁就可以選取呢個咧馬毛作客嘅半一盤嘅。好啦，最後一場啦，就係咧5月11號晚上嘅10點半，瑞典超級聯賽主隊嘅奧斯達對住作客嘅艾夫斯堡。嗱，艾夫斯堡咧其實近季嘅攻擊力咧非常之強啊，咁佢近幾仗嘅成績咧非常之好喎。嗱，近5仗咧就贏咗4仗啊，咁反觀主隊嘅奧斯達咧就連續就輸咗5場波啊，跌咗對咧入球鞋嘅。嗱，呢兩隊波咧冚埋咧就好得意啊，一隊咧就係咁失波，一隊咧就係咁入波啊。咁所以呢一場波咧，嗱，因為馬會咧就冇出盤嘅，咁但係咧睇翻佢哋之前咧，即係好耐之前對壘啊，咁其實咧都係參考性質，又係咧經常性開大啊，咁就搏佢咧奧斯達揾翻隻鞋咧可以入一粒啦。咁艾夫斯堡咧其實佢經常性都讓人嘅，咁但係成日咧都食唔晒個盤啊，久唔久咧都要輸翻粒俾人嘅。咁所以我覺得艾夫斯堡呢一場波咧，就算入人2粒咧，都會俾人入1粒嘅。咁呢兩隊波合埋咧，我覺得可以選入球大啊。